老公打到你的。零六阿娃娃，另外阿娃娃，把敌人都比都大大，不娃娃努萨比达呀，努里阿西，努卡布努阿巴呀，把敌人都比都大大，不娃娃努萨比达呀，卡留汉布里阿西，努卡布努阿巴。好，掌声。好，谢谢。掌声。再来一个。我们的记忆之后，然后我们的老师们还有小朋友就元气起立就好了，主要人员就可以了。不过还有一个都。恭喜我们的计划主持人严颖佳，计划主持人支持。好，大家尽力，不改。好，请注意的呢，我们计划主持人介绍长官及贵宾。巴嘎亚盖杜，带你爱，萨嘎嘎爱阿杜拉邦。先欢迎我们原民会我们的沙奇莱雅组的主群委员，我们的沙伊姆绕委员，欢迎。我们的雨虹专员。要谢谢我们这礼拜的老师们哈，给我们勉励，让我们的老师可以专心的去教他们我们的文化也好，乌嘎蒙努米达也好，或者是部落的活动也可以。那最重要就是小朋友能够喜欢我们的文化，然后在这么热的天气，我们还是来学习哦，给自己一点掌声，好不好？欢迎我们的雨虹专员为我们勉励几句。语言要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勇敢的说，你们很棒，你们非常棒，希望你们继续下去，加油，再一浪！快快乐乐的学习，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目标，我会感到骄傲，因为你是上海的小孩。谢谢大家，加油！哎呀！
个是属贵的果子，有没有看到？来，摸摸看，它有什么感觉？很痛吗？很痛吗？不会啦。啊，老师换我。好，往前。好，我们往前走。我看看这可以看，好了，要不要试试看它的口味？好。这个要试吃，有没有兴趣？吃了对身体很好。草的味道。这个叫苦茄。来帮你改这个。好苦。沙曼。打朱古力，里面好多打朱古力哦。来，丽娜，你说这个是什么菜？我在那。这爱沙曼是那个高变了。很准。讲得好，高变了，很微妙。好，有一。三角石，也就是这个三角石，它就比较里面有一个非常感动的爱情故事。今天的男主角不一样哦，今天的男主角是古力哦。那个叫做颅骨，那个，那个杉树啊，我看到啊，樟树，班扎是 Dagus， 班扎叫做 Dagus。一样了，这也可以讲了。这什么呢？一般我们那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那个语系很丰沛，有没有？这个只是分支流，有山上很微妙，当然，山上是你那个冲下来那种就叫感召，很漂亮，很壮观，可以做SPA。好吃。阿寿。这个是那个什么？乳浪哈，它有长果子不是吗？有。可是它成熟的时候会有那个红色的那个什么汁啊，那个就它的外围就可以吃很甜。那个就叫红，那个就是乳浪的痕迹。啊，韩少你好。你不要拍。这个是什么啊？教授不能抽烟，阿公对吗？对啊。好啦，啊，这个植物是什么？记下来的东西，有的东西可以吃，有的东西不能吃。好，那我们就往上爬。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个地方，听老师讲哦。乳浪，高树。这个。好，猴子叫什么？无奈。好，那边没有回答。你看，没有接电话。好，先看猴子。Kami hai, amo mo to kami. 海里5号。
还有嘎豆，我的新的，嘎豆帮忙。8月1日，原住民族日，快乐！好啊，吃都可以，来3万。大个地库，大个地库，大的地库。大古万古鲁马诺米苏，一刀呀很难啊，古鲁马哈里。唱。Saka bisa, saka put itu ah. Ini, amo kusi kumusay itu ni hao. Saka tulo, itu ah. Saka sepat. Punyaan ko na mo yun, saka sepat. Aw. Ay, abi bawa, malaho. Bukan dalahu kanto, sisa. Malaho kanita hao. Ada amalinga pun kita misalnya terjemah lu bapak laki yuk sumama ten. 去洗手，没有用洗手乳，来洗手。还没有到水手对啊。干嘛这样？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天是做什么课还没讲，对不对？啊，缝衣服，对，来莎莎一，好，记好他的长相喽。葛六，好，葛六一起练来。来一次，我们来完账。好。好，一人拿一条，一人拿一条。好，我们现在第一份作品是做这个。先，我们要把它折到折半的位置，把两边向中间挤，桌上折，放在桌上折。就拿你的剪刀把它剪下来。好，先到这边来开始做。要不然也可以问第一桌的。这个动作叫做米达伊莎，记得米达伊，一起念米达伊。这样压下去，对不对？然后打麻药的这一边，我们要给它洗切的，把它转，Usa ada tugian kunyan ubinana minta tu kamu kan hal saya wai. Di tangan yo. Aiza sa iza kucu. Asali sakatusa minanan. Naya itu kuni usa kita temat asali yo. Walai. Tapakin ko sa unsanan ku pisang. Boleh, let's go. Boleh, boleh. Panan. 流星。好了，流星。Panan。对，这个毛色。Mabil。举手。快写，快点。这来，答对。哎呀。答对了。一个字哦，一遍。变。这边。哎，这个错。这边错，坐下。第三组吧。没有他。
饭比较烧，包起来。这个阿里蹦蹦是什么呢？是外号，知道吗？哦，你一定要不要用力拉哦。哦，注意看哦。有一个空位啊，这个手你看哈，这样啊，给它装上去啊，这样。许国汉，好，好。你先帮我。Magawa, hinahmay kami hao, ano mato, mas na mo kung ipasa kami hao, magawa, sinisa, sanay ka tayo. Sanay ka tayo. Kalikot ka hao. Hatsay, kami hini.要摇滚版的，那如果还是需要你来帮忙那个。开学歌也唱的小小声之后，也唱的小小声，然后呢，那个作业呢也爱写不写这样子。走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喜欢上课，从那个主任开始后，大家就活起来了这样子。你是很有意愿的，那你就每年都来，因为这每年都会办。只要语推组织这个组织还在，那个原民会跟教育部都会办这个活动。跟他们Ang uting paayaw, apasubana kami nagtamanan tutujuta hausa. Sa katani na mo itinin, binanam tukamo nunita usap kita kan hausa. Atini itini unini sinsi itini ketsemo ya isang kalisyo. Ya apah kamu itini binanam tukamo nunita hau. Tunarimaan pasubana asalu saya hausa. Amo sa uni-uni. Adewawa nalaman itu kamu kita dari hal sekabahan po kuning wewe namu amana kakasih usaha kamu usaha dan hal sakano usaha kamu dan hal ko cuma aku hang kapah hang kapah kapah lu miso ituku undangan lu maku isaku rumah lu maku rumah aku kapal这我们要吃便当吗？我们的人有没有跟你们吃便当？有。那有没有？有。对嘛，这样的声音才对嘛。你们的双手，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老师们，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老师们要说什么？啊，不是，你们要跟他们讲苦改呀。好，再借用同学们的掌声，再谢谢一下我们的工作团队，我们的小队服，辛苦他们。这个结业式后非常的重要，这个焦点都是在你们的身上，还有老师身上哈。那我就不要讲太多的话，刚木鲁妈过号就到这里这样哈。好，谢谢，不改。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屈不挠的这样子，然后你慢慢的循序渐进，你就会学习的更多。我们的文化传承还有丰年祭，不是在那边只有跳舞，值得大家用眼睛去看，然后听他们说什么，还是一样。恭喜大家！好，安华要有感恩伟大，八万万咱一年都那么好。好，谢谢各位，鼓掌。我有请我们宋德亮老师来，为我们同学们来说几句勉励的话。好是看是自己，不好也是自己。老师所讲的，都放在心上。对，你要努力，好不好？好。再一次能鼓掌。有会唱。会。下一次，好，我只能到这里为止。好，谢谢。我要感谢的是林昭雄老师。好，下一位，科长。好，宋德亮。辛苦，辛苦，不敢。我是可以献文的哦。然后放一下第二组的小啤酒。好，谢谢。都还没练，在练好啊，对。好。好，第二位，讲最小的就不见了。好，这位有故事的，好，来技术，的那个缝的吼，衣服太小了。